来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中华有一个22岁少年呢，一直找无头路，伫网络顶看到有人咧征求网军，就去应征，结果伫面试的时阵，互硬甲载到苗栗的一间面体，佮逼伊爱交出着证件、提款卡甲手机啊，人嘛互关起来。最后，伊是趁甲看顾的人无注意的时阵，甲手机啊偷摕倒来，开视讯来报警，才互警察甲救出来。开门啦！不开我敲门哦！唔管安怎话，厝内的人就是要开门，警察决定喊破玻璃，直接落入去。走上来啊！他拿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连？走上来！落入去厝内，警察就甲两个查甫人压起来，因为因甲一个22岁少年仔关伫咧厝内3-4天啊。警察调查，这个姓齐的查甫人，今仔伫咧网络顶找员工，厝住伫咧中华县庄的少年仔，因为一直找无头路，决定去改险。结果面试时，若互押走，交出证件、提款卡含手机啊，佮互关起来。落尾时，趁各位人无注意，偷摕手机啊报案，才互救出来。被害人称遭居近于本辖不详地点某民宅内，经分析报案资讯内容，调阅监视器及查访周边住户，锁定本辖某社区。实际伫咧网络顶找找，确实会当找到有人伫咧找网军的图文，不过内容拢无啥清楚。警察讲，县庄的少年仔手机内底有掠警政服务的 app， 当时是透过视讯报案的功能，才联络到警察。嘛，呼吁民众伫咧网络顶找头路时，拢要真细腻，上好约伫咧人济所在面试，或者是招判去，较袂当着危险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